Hello，大家好。十場嘅啱啱換咗草嘅沙田賽事咧結束咗，咁嚟翻個賽後嘅總結嘅。蔡約翰咧就3 win 嘅。今日場地時間咧都係普遍比較慢啊，冇一隻馬咧就可以由頭放到落尾嘅，無論邊個路程啊。嚟一啲後追啊，上半場咧就冷門頻繁啊。今日嘅賽事咧，如果係啲老友記咧嗨到邊啊，都唔錯嘅收益嘅。冷門比較多嚇，呢個係近期嘅賽事嘅一種模式嚟嘅。第二場嘅4班嘅1000米，呢隻3號嘅福晉咧，直路賽啊，最後嘅200米已經出咗頭，我諗住佢都會直領到底嘅。啲側身馬咧就出咗頭之後咧就有啲收步啊，結果跑過第4嘅。贏馬嗰啲係蔡約翰嘅馬，咁11號呢隻嘉應勇士咧，前半段冇問題嘅，我相信咧隻馬可能亦都係有啲舊患復發啊。至於隻3號嘅福晉咧，初出已經可以有咁嘅走勢咧，喺4班肯定有馬贏嘅，亦都及後可以跟進嘅。今日嘅何澤堯咧就唔係好 fit 啊，因為馬咧相信咧如果係遲少少出頭咧，佢係有機會贏馬嘅。第三場嘅5班嘅1400米，一佢隻線路萬里咧，今日嘅跑法咧就冇乜問題嘅，只不過亦都係早咗少少出頭啊。但係佢咧打咗出嚟之後咧，俾嗰隻添起運咧就反超嘅，可能咧搏得比較多啊。及後嘅跟進咧，可能要隻馬休息下嘅。3號嗰隻鐵甲速龍咧，今日出閘相當之快啊！擺個位前咗，同個賽前嘅預測佢留喺後邊咧，直路先冚咧係有少少區別嘅咁啊。佢都係跑過第6嘅，呢啲側身馬咧喺5班咧隨時都可以起作用嘅，咁亦都可以及後跟進。第4場嘅4班嘅1600米，9號呢隻大千紅心咧，今日嘅表現咧就相當之好嘅。沿途咧喺外碟咧就有遮擋啊，直路出咗頭啊，可能咧布文咧覺得隻馬咧大把在手啊，等到嗰隻風神追到上嚟嘅時候咧，佢先至開始催策隻馬嘅。如果佢早啲催策隻馬咧，我相信咧，今場嘅頭馬應該係大千紅心嘅。贏馬嘅咧就係風神，兩隻馬咧就掟甩咗後邊嗰啲馬匹嘅。我相信呢隻大千紅心咧，好短時間之內咧喺4班1600、1800、1400咧都有機會咧就保中嘅。10號呢隻科創群英咧，潘頓跑啊，個賽道嘅走位係冇問題嘅。直路打落去冇嘅，隻馬可能有少少健康問題嘅。第6場嘅4班嘅1200米，4號隻原力寶咧就賽前做足功課，亦都配合翻馬房嘅攻勢啊。今場咧首個好位咧，直路咧就掟開嚟贏馬嘅。咩馬咧就個樣亦都好靚啦，賽績亦都好正嘅。只要佢嘅健康冇問題咧，我相信咧上到3班咧都冇乜阻力嘅。8號一隻加州本事咧，直路咧就褪咗後邊，又騎翻上嚟第3嘅。我覺得咧，如果呢個騎師蔡明紹咧積極少少啊，呢隻馬咧係有機會跑第2。係有機會一 Q 翻嚟嘅，隻馬咧就已經係穩定咗噶啦。睇睇到時去快活谷揾啲弱啲嘅對手咧，隨時可以贏馬嘅隻馬。第8場嘅4班嘅1400米，12號呢隻巴閉佬咧，今場咧就守得個好位啊！直路咧亦都望空咗嘅，可惜咧就係俾人壓住嚟跑啊！
咁後追第三，咁亦都係佢服役以嚟咧表現最好嘅一仗啊！咁今仗嘅表現咧，證明佢喺4班咧都有啲魅力嘅。咁啲側身嘅馬咧，只要進步咧喺4班，隨時可以起作用嘅。咁2號呢隻勇闖高峰咧，直路注入直路之前咧，個走勢都相當之好嘅。之後直路之後拉出嚟外檔衝咧，係今日賽道咧非常之大嘅優勢嘅。但係衝落隻馬冇嘅，咁我懷疑隻馬咧健康係有啲問題嘅。如果健康有問題咧，及後去跟進咧就要注意下。第9場呢場3班嘅14米，咁啊13號隻一生好彩咧，今次咧就換咗個艾兆禮啊，咁守啲位啊、跑線啊都冇問題嘅，咁啊追亦都有追，但係咧就冇之前嗰2仗咧追得咁犀利啊，咁啊喺中間位置翻嚟，呢隻馬咧就周俊樂騎咧，我覺得係比較熟手少少嘅，咁啊初上3班咧都有咁好嘅走勢咧，咁3班咧遲少少等俾少少時間佢咧，我相信佢可以征服3班嘅。以上咧就係周日嘅賽事總結啊，咁周三咧馬術都有發育谷嘅，到時再同大家咧做個功課。OK，拜拜。